昨有4只中国海警船2摆进入金门的限制水域，咱的海巡是随派4只巡防船监控驱离。中国海警船今年到今已经有42摆进入咱离岛的水域。不过，中国海警局是讲这是福建海警依法的常态化执法巡查。逆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，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，影响海上交通秩序及航行安全，请立即转向驶离。昨早起8点50，还有下昼2点20，海巡的雷达侦测有4台中国海警船伫金门南方海域集合，并且分别由金门复兴市、竹山、新湖、廖罗南平4个点同时驶入限制水域。海巡署调4台巡防艇，以对伊应对监控驱离。中国海警船伫咱巡防艇监控下，分别伫早起11点甲下昼4点20分驶出限制水域。今年离家发生金门快艇并船的事件了后，中国海警讲伫金厦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。不过金门快艇案已经结束，但是中国所有的常态化巡航依然继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